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5月3日，沙田日馬星期日共11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、2、4、5，重心嘅精選場次係第1、第5同埋第8場。第1場12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手進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1號黃金盒，佢呢個金城當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3，第2匹14號紅黃繽紛，佢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，同埋13號城中勇士，佢呢個袁幸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2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0號應龍飛影，佢呢個袁幸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8000好運，佢呢個艾少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。第2匹7號一鋪掂晒，佢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同埋11號加冠王，佢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3場14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手到再來，佢呢個袁幸堯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9號宜昌奇兵，佢呢個氣威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。第2匹3號信善寶，佢呢個黃志宏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同埋10號劍無情，佢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2次第3。第4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3號同喜，佢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川河石區，佢呢個布浩榮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2匹2號團結戰寧，佢呢個梁家俊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同埋11號嘉應光彩，佢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5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線路萬里，佢呢個袁幸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、2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創寶區，佢呢個艾杜拿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2匹5號快樂共濟，佢呢個何澤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同埋11號豐功偉績，佢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3。第6場2400米3級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7號浪漫戰神，佢呢個潘明輝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春風萬里，佢呢個黃志宏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2匹5號海上大軍，佢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同埋3號君子傳承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2次第3。第7場18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盈妙星，佢呢個布文
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紅衣醒目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4次第三。第二匹9號富起來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同埋11號耀昌盛世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三。第8場16米2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勁沙塵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2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首飾天空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第二匹3號喜蓮勇敢配呢個布浩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同埋2號紫荊盛世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第9場20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紫荊拼搏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安迪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三。第二匹7號發財先鋒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三。同埋1號有熒光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第10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重情重義配呢個袁幸堯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4號櫻花酒杯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2次第三。第二匹2號嘉應奇兵配呢個黃寶利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同埋9號鴻運光輝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5。第11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醒目高球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千杯不醉配呢個希威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2次第二。第二匹6號皇上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。同埋14號閃電小子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，希望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本頻道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請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我哋喺下次嘅賽事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